購物公園站 H 出口，向住呢個方向前面過馬路直行過去，向住呢個方向過馬路直行去對面。好啦，繼續向住呢邊呢個方向往前直行啦，大家。跟住行到呢個位置咧，對面咧就係東亞銀行。東亞銀行咧向左手邊呢個方向咧，繼續往前直行。好啦，行前少少咧，到越華會啊！依部符咧就喺佢2樓。好啦，入到嚟大堂咧，呢一度咧，咁就可以撳 lift 上2樓。佢呢邊咧就拒絕外賣嘅，咁啊自助餐時段咧就係晚餐6點到7點半啊，宵夜咧就10點半到夜晚12點。今日講就係依貝芙呢度啊，個前台個環境咧都非常之有氣派，唔錯嘅。作為福田區其中一間出名嘅水會，依貝芙其實都好多人過嚟嘅，不論男女啦。咁其實呢度咧亦都可以有乾蒸嘅，呢度都幾大下。毛巾都擺喺消毒櫃裏面。淋浴區嘅話，其實睇得出咧佢保持得好好，夠新淨啊呢度。大家亦都可以浸一浸水池啊，非常之寫意。大堂個環境咧都唔錯嘅，同埋唔會太暗太光啊呢個鐘數。咁同埋咧佢每一個咧都有個獨立電視機啊，咁啊有陣時真係睇波睇馬一流啊。先同大家睇宵夜啊，呢度都有個老火湯啦、饅頭啦、青菜。肉類咧個選擇咧都有幾款喎，而且今次咧宵夜估唔到咧都仲有蝦添啊！唔好話宵夜嘅份量多與少，但係咧佢嘅質素咧就真係唔錯嘅。巴區啊，水巴區呢個環境，咁啊大家夜飲嘅話咧呢邊咧都係即刻沖俾你嘅。好啦，而家先去做翻個大同鬆鬆腿先。啊，我再來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叫360。360。哦，這個是360挺好聽啊，可以寫給我看嗎？中文？可以。是怎麼寫的？怎麼寫的？對。哇，你如果小學給人罰抄的時候，應該抄得很快吧？對。對啊，360好快搞定。嗯。那你現在多少歲了19。19是狗？對，06。不是單身的狗吧？是單身的狗。是單身的狗。是單身狗。長得這麼好看都單身嗎？對呀。沒人追，因為是太好看的原因嗎？可能是太醜的原因。不過可以按大力一點嗎？當然可以。對，不怕，有指甲都不怕的。好的。大力一點沒所謂的，我覺得。你平常是上什麼班的？平常是上中晚班，就是下午6點到凌晨3點。哦，那找你的人挺多吧？還好。360師傅咧就屬於其實比較認真得嚟咧，又可以開玩笑嘅，而且咧大家中意健談嘅話咧，都可以揾一揾佢。我這邊到中了，我是360，然後下次可以找我。如果中意其他風格嘅都有。你好，我是361執事，很高興為你。如果大家中意斯文優雅文靜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揀366啊，好有御姐嘅感覺，而且咧佢按嘅力水咧都非常之認真啊，完完全全一啲都唔會偷懶啊佢。過到嚟當然要睇埋裡面嘅環境啦，走廊咧其實啲燈咧都比較黃少少，咁啊入房睇睇先。哇！佢呢啲咧又，哇張床好大啊！真係呢一間房，估唔到咧呢度呢張床係我見過以嚟張床係最大嘅，真係瞓3個人啊都冇問題。平時啲床白雪雪，呢個咧就好似個橙咁樣，話點啊？今日突然之間就食橙啊我都。貴賓你好，我是678。哥哥舒服嗎？哦，呢度挺不錯。對，你在這裡上班多久了上班20多天啦。20多天。如果咧大家中意按摩係以手法為主嘅話咧，同埋技術為主嘅話咧，大家都可以揾一揾678師傅啊，佢啲手法技術咧真係非常之到位。按完肩頸真係成個人舒服晒啊！